看完刚才的影片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练习第一个句子。你好，请问你要办什么呢？好，请问你爱办乜嘢呢？好，请问你爱办乜嘢呢？你好，好，好，请问，你想要办什么呢？爱办乜嘢呢？爱办乜嘢呢？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练习2次哦。好，请问你爱办乜嘢呢？好，请问你爱办乜嘢呢？接下来我们要练习第2个句子。我有几个问题想要先请教你。我有几个问题爱先请教你。我有几个问题爱先请教你。我有几个问题，我有几个问题，我有几个问题，想要先请教你，爱先请教你，爱先请教你。我们来练习说2遍。我有几个问题，爱先请教你。我有几个问题，爱先请教你。下一句，请问你是军公教人员、农民还是渔民吗？请问你是军公教人员、农民也是渔民吗？请问你是军公教人员、农民也是渔民吗？请问你是？请问你是？请问你是？军公教人员、军公教人员、军公教人员、农民、农民、农民、渔民、渔民、渔民，还是？或者也是，也是，农民还是渔民？农民也是渔民，农民也是渔民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练习2次。请问你是军公教人员、农民还是渔民吗？请问你是军公教人员、农民也是渔民吗？请问你是军公教人员、农民也是渔民吗？好，以上就是我们这个单元常用的句子，记得回家多练习哦。